在地人在地情要来讲，每一年的7月半中元节，上界闹热刺激的，都是宜兰头城的唱歌，甲屏东恒春的四姑坪。但是今年因为新冠病毒来作乱，所以宜兰头城唱歌来取消，换来改变迄种粗菜道贡品的创作的比赛。屏东恒春的四姑坪虽然照常来举办，但是嘛是为着要防疫，参赛的队伍减少了。黄家高坪顶面落实具有来自各地歌手下姓名128，就是要唱到顺风旗。大家拢是想尽办法发挥团队精神，因为今年这款的精彩画面，伫宜兰头城看袂到啊！规堆好菜、山珍海味拢总有。这摆主办单位该举行较静态祭品创作比赛，唔是干那用了澎湃尔，嘛要比什么人脑筋动较紧，像这个猪肚汤。更实在绑做一只猪仔囝，袂输是你浸温泉。结合在地特色，估计要招上组参赛者伫9月16这一天，还有借书大典。拜拜的一些传统习俗，然后再象征代表着我们宜兰的料理。唱歌祭典，当年拢有真侪人去看闹热，这选手一个对一个以贴路线的方式伫比赛，才好头城镇取消这摆的唱歌。不过当年甲头城伫比拼的屏东四姑坪，今年依然照常举办。想参赛队伍敢若剩3分之一，只剩20队，即卖增加防疫措施来确保所有选手的健康。